新新闻，当日9点半，欢迎所有的观众好朋友共下来收看客家新新闻的网络直播，来关心有关一下台湾、全世界疫情的情形发展。今日呢是清明连续假期的清明一日，4月初5，有当多乡亲朋友就赶了日出去了。唔啲乡亲朋友，你今半夜又按上爱去哪片老了行了的冇？係講呢，又愛去到人客多嘅所在，提醒鄉親朋友做得這個想下嘅，這個考慮下嘅。因為呢，像廿幾日咧，實在呢，國內嘅當道景點，就有當到鄉親朋友去到幾片人山人海、人擠人。韓國呢，像當到岐山路街、墾丁一片呢，實在擠嘅當道人。唔過，同戶外嘅部分，實在愛保持一個社交距離，有一定嘅難度。韓早嚟講呢，根本就冇辦法達到。同戶外你出去留了昂幾嘅時間，愛同其他人來保持1公尺安全。實在呀，當然達到。故所呢，籌備就係因為當陽光清明連續假期，我要當人集中起來，一個指揮中心係頭一擺來發出嚟一個細胞廣播簡訊，也就係一般講嘅國家級警報。呢度就針對嘅中南部地區，特別係對原嘉南意思，韓國跳到高頻，比如講岐山路街，韓國南部恆春嘅墾丁大街一片，提醒講也封建時呢，向大家較盡量唔好去到亞條人按道嘅所在，而維持屋內屋度1.5公尺，韓國屋外1公尺較加嘅距離。係講呢，講實在冇辦法保持，請大家愛戴做嘢咩？也係錯本嘢呢，一個指揮中心係頭一擺發出嚟2封一種簡訊。其實呢，就講到有當人就講，眼用冇數到咯，因為呢，一個細胞簡訊、細胞廣播就係用一個數據嘅，佢係利用一種基地台，比如講呢，一下眼係頭一種人客到嘅所在，故做一個信號，數據嘅發出信號。佢就會抓捉到講啲你的那片，故所就會對你一隻數據嘅位數、一隻實際嘅素材來發出家下人看到嘅一種細胞廣播，就係套數據嘅。故所基本嘅呢，唔啲鄉親朋友會去到內幕，係講呢，愛考慮去到人客到嘅素材，實在唔做得來考慮看啊，係唔係盲去就莫去？韓國呢，一般來講，你去到幾嘢？幾件去到幾嘢？故所呢，就愛保持一定嘅社交距離，大家離下遠啲喂。今邊呢就先對一個蘋果日報看意思，咪係家下講到嘅細胞廣播簡訊，一般講嘅國家級警報。後邊呢就係因為4個景點實在一係降落嘅當人，而你看到下邊嘅一張圖，一個地圖當中呢就有做一啲整理。從東部一片有針對花蓮嘅東大門夜市嘅。後邊呢就講咩4萬人次的嘅，另外港人嘅部分阿里山森林遊樂區，另外還有像一個園林當人去拜拜北港嘅朝天宮一片，後邊呢咪講落嘅3萬人次。韓國釜山調水庫也種風景當好嘅所在，當人呢就係因為個連續2年去看風景，另外青島嘅位數，你嚟看到墾丁後邊就講落嘅8萬到10萬人次。故所大家人擠人，行多案件，實在要保持社交距離，冇辦法。故所咪看到啊，也睇種嘅圖呢，當個就要開始有當到嘅工作人員、公部門單位，韓國警察部門，大家就緊同大家講，愛防疫，韓國呢先頭愛戴口罩，再咩？韓國保持社交距離。韓國另外從港義市文化路一片，點咪頭前呢人排當道，大家也種警察啲一片唔係愛做。發言係愛同大家來先討講防疫，愛注意地位按到乜嘅。接下來呢，出來看到喎，從一片當人出門講，按到人監控下，係唔係會提高一個社區感染提高嘅風險韓國機會咯？故所係唔係愛考慮防疫，比如講從墾丁大街，家下看到喎，降落嘅8萬到10萬人次。按當人去，唔過呢，陳時中佢咪答佢講，因為拖連續假期嘅第3年，將會來發布亞種嘅細胞廣播簡訊咯。因為指揮官陳時中佢咪答佢講，因為佢先前咯就有想到講，清明連續假期會有當道嘅鄉親去到國內有名嘅景點，唔過實在冇想到，忙實想到後邊按到咪數。
降落嘅按動人，故所將會拖連續假期嘅第3年來發布亞種嘅細胞檢訊。不過大家充滿講哦，比如講今晡日係禮拜日，係唔係還係會有當人去到肯定大家也都有名嘅景點，愛fon芥末、按道素菜、愛金子人希望。陳時中佢係表示講，一下呢還忙到亞種集團，另外內政部長徐國勇籌備去視察肯定嘅防疫情形之下，人們都記愛fon芥末咯。徐國勇係講唔背，因為也理由係人民嘅自由，大家想去哪就去哪。不過呢，還係愛提醒大家，係特別係用日本嘅理嘢來同大家講，從先前3月25日嘅下，日本嘅薩庫拉開花大年，韓國拓寬研發、欣賞研發安江嘅風景，做嚟講係日本一種傳統嘅文化。故所當地嘅日本人就特別愛去看薩庫拉，不過按當年去到幾片，人佔到nem。大家咪當講講，因為去看薩庫拉，稍微採到亞種嘅切片，採到片圖，故所還係提醒大家用日本嘅理嘢，大家係講土也了熱，愛出去留了，食材愛啲好匠心，故所也係日本嘅理嘢，也係台灣大學化學呢嘅助理教授齊成之，佢同面書項出用疊出一種圖表，講日本經過為上10年去看薩庫拉嘅亞種經驗呢，各景點人山人海，暑假過後就有當然新增加確診人數一下就增加到230人按到嘅，故所呢用按呢個理嘢提醒鄉親朋友愛較匠心到位，愛啲好防疫。另外按繼續來看。籌備呢，亞下指揮中心籌備就公布嘅，籌備有新增加按道嘅病例，各種現時全台灣嘅確診病例數亞下來到為355則。你來看到喎，一個聯合報下報鴉片，聯合報下報鴉片呢係講頭一個例係籌備公布嘅一個本土個案，佢係發現講佢冇睇咧美國、韓國、美國。也就講呢，佢一下發現講，佢一下偏唔到面試，韓國呢一個食東西咩冇面試，故所發現種亞種整條過後，就開始去本醫生看。過後呢，真發現講，也可能咩係，有可能係採到病毒嘅其中一個整條。故所呢，籌備指揮中心係提出嚟講，一個本土個案，一下感染源還愛繼續查，因為呢也係一個南美人，基本馬上採到嘅還唔啲。一片專家咪見過嘅。也係國內病毒型近來見變化，還有呢係當集團歐洲病毒嘅檢訊。詳細嘅內容按技術來看啊，籌備指揮中心也嘅新聞採訪嘅一個方面。個案，其中除了案350、案355是接觸過確診個案之外，案349、351、353到354都係國外轉台灣嘅土獵個案。另外指揮中心特別講，本土個案係350年地，了解42歲嘅男性，認為佢哋報告冇出國，平時主要處理屋卡勞工作地點累去停停，你也係唔清楚用辦車道界。所以現在有匡列大概是9位的接觸者啊，那還在做進一步的疫調，就是說在目前的確還找不出可能其他的一個感染源，那也正在調閱他工作地方的這個就是監視器。到底下我國累積總共355例確診病例，本指揮中心就請命令假提3日，加強檢討部分影響到嘅觀光景點，包含墾丁、花蓮東台灣、阿里山了咗提風，呼籲民眾要保持地動嘅社交距離，唔係3萬4小帶咗 M。好，所以已經宣布，剛才講的幾個特別的區域，好，真的還沒有去的就找別的地方去嘛。好，那已經在那邊的，好，能夠早一點離開，讓大家鬆一點。好，那如果還要留在那裡，那就口罩好跟距離一定要保持好。基本上我覺得那個地方大概是一定要戴口罩的啦。但是也幫我用客語哈，來跟我們客家朋友呼籲一下。係講要當然下多嘅觀光景點，的地度係保持1.5公尺，室外2公尺以上嘅距離。最會指揮官陳時中和特別關心悼念促權，邀請記者現場翻譯合會版本來檢討，呼籲大家點解期間唔可以引導嘅猥瑣，避免群體感染。客家新聞網友孫素輝特別報道。
無論講用乜嘅語言、乜嘅腔調，卻愛同大家講愛啲好防疫、啲好做到按到乜嘅也詳細嘅防疫內容。係講呢，按繼續對家下嘅也籌備公布嘅一個本土個案當中來看，籌備公布嘅係40歲嘅男性，係講呢佢係頭一件點嘅地度來買東西，平常時係1個人係，唔過現時因為佢係本馬薩車到嘅。行愛繼續來做一條，繼續來查。唔過呢，也嘅台體嘅感染科，也嘅醫生王立明，其實表示講，一下呢因為要按到見來見到嘅本土病例係前無也嘅有新嘅徵頭，非典型嘅徵頭。其實表示講，因為一下嘅病毒看起來係見來見加強嘅。王立明佢咪表示，新型冠狀病毒會對屁股、韓國再也掉來入侵身體，來影響到人。當會造成也嘅屁股韓國再一片嘅神經壞脫，現時韓國係有研究來證實講，一種嘅病毒可能會感染到神經系統，也就表示講新型嘅病毒一下看起來係見來見加強嘅。故所呢，接下來希望講採檢嘅也嘅範圍要留其加強，留其加大，做得同確診者隔離，將做得來阻斷所有嘅感染鏈。韓國有一啲我特別來注意到，因為一下又發現講見來見到嘅感染者呢，佢一定發現講會有惡劣度嘅一種情形。故所先前其實來對一種採檢嘅整條地位度，其中一項嘅條件並冇一個會惡劣度嘅情形。唔過就因為發現嚟見來見到感染者，佢一定會惡劣度。故所接下來指揮中心嘅表示講，會同一個惡劣度嘅情形來納入，係唔係發現一種整條過後，提醒大家可以去做採檢。中國時報嘅部分，除咗講家下人講到按到，因為社交距離做唔到，接下來係唔係愛考慮講愛禁止民眾出去攞杯？接下來呢，一個城市中佢咪回應講，乜嘅方式都有可能會發生，唔過同亞客亞集集團還係愛提醒大家啲好小心。中國時報接下來鏡頭細到下杯，繼續來指責嘅係。因為一個籌備公布也員工40歲嘅男性，佢忙失出國，韓國13年後，平常時呢佢愛去上班嘅下就係去奧多拜，自家去自家轉來。也係籌備公布嘅一個案例，提醒大家要注意嘅係，因為佢係啲買東西，同一個買東西嘅過程地度，強怕會接觸到多人，故作提醒接下來大家要較強心到位，向下來防疫。喺個案咯，你還記得冇？先前有公布一啲什麼保全，其他北部一啲較高級嘅社區來做保全，佢自家確診過後，有本一個病毒，車本另外一啲處付。故所呢，指揮中心咪對呀所有其實接觸到嘅人來做動態嘅採檢。故所嘅係強烈嘅388個人，針對其中嘅7個人來做採檢。一下發現呢，一個採檢地度呢，有1個人而發射嘅。故所一個發射嘅情形當中，係唔係會被測到？故所現時行外繼續查有確診冇？好，前面呢，我來關心嘅係新型冠狀病毒，一個資訊係自由時報。自由時報呢，一個頭版一篇，其中一個係有關同鏡頭細到美國一片，拍響韓國國會一下係強下，我嚟催通過按到東西，比如講醫療，還有其他嘅資源，希望唔好按到都按意思中國，比如講醫療嘅需求唔好按意思中國，強怕呢除咗講會有國安嘅疑慮以外，還會經濟有提高意思，強怕一條風險都會當提高。故作接下來希望講醫療嘅供應鏈會細轉來美國。除咗講希望唔會有按到前面講到嘅按到問題以外，咪希望講供應鏈細轉來美國過後，我希望會提升相關嘅經濟。故所近比嘅自由時報，除咗講要討論一個本土嘅案例，還有指責美國。尤其現時呢，也下全世界嘅確診人數已經正式突破為109萬嘅按到嘅。故所呢，也下全世界千多嘅確診病例數嘅當然還係美國。近邊呢，應該客家新新聞看報紙時間，就大部分都鴉片呢。希望鄉親朋友下晝2點繼續聽聽客家新新聞，來關心疫情的前線發展。先來預告一下，下晝要講嘅係有關一個作業咩，要用嘅老嘅重複使用。下晝指揮中心要嚟教大家用嘅針，做得呢用嘅100唔會按嚟出鑊睇，還做得繼續來用
下晝2點再會。